行转爱走。一支手左琴从水库头漂流过来，停泊台湾俩自由的码头。罗师傅拿刻刀的树斧砍砍，抛出国家的未来，吹落4年的薯条，刻到世界的目光。俩时时刻刻刻做的琴声，由融入的落脚到声音的表的当，就像两地彩色一样，翻上转下，夹块满盒，七彩跳舞，用一条线索铁线，老俩音乐送多生命了，向下弹向阿弥陀。于老师来先打招呼。各位好，大家好，对对。好，于老师，他是我们台湾数一数二做提琴的老师。那等一下就会由我们的于老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小提琴。你们很会拉，有人会拉小提琴，有谁会拉小提琴？然后头的那个就代表你会。然后呢，有人会拉大提琴，对不对？那也有人想要学小提琴，可是你们知道小提琴是怎么做的吗？等一下我们就听于老师怎么说他的提琴一步一步怎么做过来的，好不好？好，那我们要专心听哦。好，我们要人大概是这个部分啊，轻托这个部分啊是大，听到吗？这面板，它有背板啊，3大部分，还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啊4大部分。好，4大部分我们各自要做，各自做哈，我们就是把它结合起来啊，结合起来，好，就会一个小提琴的样子出来了。啊，当然这是很多线是我教学的，这是我教学的一个模具，啊，基本上小提琴、中提琴一样，啊，这把是中提琴的样子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它是这样子，啊，说琴的构造，它4大部分构造是这样子，当然做的过程很复杂了，啊，做的过程它很复杂。好，这把大提琴，大提琴也是小提琴的一个放大版。在台湾学琴的孩子很多，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看过小提琴是怎么做出来的。看我们小提琴里面的构造，其实没那么复杂，把一个叫低音梁，啊，我们要抱，哦，要抱这个幅度这个幅度不是压出来，是抱出来，啊，抱出来，啊，我们要这个 F 孔，这个 F 孔啊。我们要先做好，全部才把它组合起来，才是一把小提琴。大提琴有50种厚度，各部位。小提琴它有30几种，啊，它没有说，啊，它这个各部位的厚度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这里是新竹峨眉乡的小提琴制作学校，2015年成立，也是制琴师于荣华的创作基地。这把贝斯哦，是我2010的8月做到2011的8月，啊，整整做1年。我这把琴啊，整整做1年，当中我们有做琴做很久了，当自己一个纪念。只有演奏要3个人，这样2个人爬楼梯上去压，下面1个人拨，要练过才办。所以它真的可以弹吗？可以啊，拨奏可以啊，哈，唱贝斯。是给自己一个纪念。眼前这把520大提琴是2011年为了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0年，于荣华用来自5大洲的木头做出高520公分的低音贝斯，打破世界纪录，轰动一时。我最大的信念就是我一辈子奏琴，让自己有一个稍微有纪念性的特殊的琴。我特别去挑5大洲它有的材料，南美那边我是用玫瑰木，北美那边我是用枫木，亚洲我用到桃花心木，欧洲我用到它的紫檀，非洲用到它的黑檀。我没有用单一个地方了，哦，就是以地球村的概念了。拉琴的小朋友知道那边很贵哦，以前先捡起来就好了，你可以看一下，外面卖好几百块哈。我们作为调成本几块钱而已。别小看这根细细的琴弦，当年于荣华花了4年时间研究，为了找到适合的钢线、尼龙丝等材料，他不断的实验，也不断的失败，前后后赔了400万，
最后才成功编制出一条可以拉出声音、台湾制造的小提琴弦。为好做弦，我有大概研究过，台湾没有这种产业，没有这种产业就一定没有这种材料，没有人做，就是没人知道他怎么做弦，他的功法怎样不知道。1年以后发现我稍微可以做了后，我们就开始去研究，材料的取得，国外买材料，各种材料的相互包覆的做的感觉。光里面尼龙绳的弦，我到全世界我都用过，包括国外的日本、美国的在和香港我都用过。当到国外买大厂的尼龙弦，我也买不到，因为他们自己专用，所以我们不断在找适合的，最后在台南的一个科技园区里面找到。想要成为一代匠人，细心耐心是必要条件。因为光是一块小提琴的背板，要刨到能够制琴的薄度，就得花上1天半的工作天。于荣华说，要做一把好琴，得慢工出细活，完全急不得。从制版、画图、制模都要做。如果小提琴大概半年吧，吉他会比较快，大概2个月。那大提琴就久了8个月了。这一片就是可以展示、可以教学用的各种厚度。纹这条就挖边，挖边呢就说，你看这边还没爆好，没弄好，如果爆好会变成这样子的哈，都是可以挖边。挖这个边呢，包到我镶线以后镶好的时候就变成这样，还有线。把挖好就镶这个线，这很多线是会画的，那个不好。所以每一个步骤都要有一个特殊的。对，每个步骤都要有特殊的工具。于荣华其实是台湾少见的手工提琴制作师傅，他不仅会做琴，也喜欢弹吉他。指尖在琴弦上滑动，悠扬的乐声从职人手中流泻而出。1974年，于荣华国中毕业第2天，父亲就把他送到木工厂当学徒，学了4年的木工，过了8年的雕刻生涯。当兵退伍后，于荣华正打算靠雕刻手艺讨生活，没想到却碰到了台湾木工产业外移的年代。那是大概是民国80年左右，因为传统产业都外移到中国大陆啦、越南啦。我当初我不想跟着我朋友师兄弟到国外去。那时候自己又喜欢弹琴，所以开始就研究西洋中乐器。先研究中乐器的制作方法。大概半年8个月以后再换过研究西洋乐器的做法，把小琴打开来研究构造，要大提琴就破开来里面的构造，把它研究清楚。没有到国外学怎么做琴，用土法炼钢的方式拆解琴，研究每个部位，自己制模组装。因为喜欢弹吉他，于荣华凭着一股对乐器的热爱，加上自己原有扎实的木工手艺，从此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那1年完全没有放弃，就是说做很辛苦去做，因为我本身没有到国外学习，就自己以铁杵磨成针的方式这样做，不会想放弃。我既然想做，就一直坚持下去，不管到什么成果，就一直在研究坚持下去。我从来没想放弃，所以一直做到现在。那什么东西让你坚持？一个人出生就2个目的嘛，一个是为你的生存嘛，第二可能你的兴趣嘛，会坚持可能为了生存吧。或许是因为生活压力，不放弃的于荣华就是这样开始做琴，一磨就是30年。30年来，他制作出近1000把的弦乐器，有的售出，有的现在还陈列在制琴学校里。师
这个型不一样，一般我们小提琴都是圆。对，每种琴呢，我是做在展览的。对，做在展览，所以那是手工下去磨的。对啊，手工做的。这个形状。对啊，我大提琴也有，可以看这边都有。大提琴。最小的大提琴，这大提琴最小的，32/1了。小嘞，32/1，有16/1的。是最小的。这个蝴蝶是我个人的图腾吗？哎，我头上的。左边那3把。那3把我是到那个意大利那个天主堂里面看到天使大提琴，我照很好。水滴型。对，以前长期开展览嘛，就全部是这样子，不好看啊。全部这样办。我做几把，甚至有竹子做竹子，你看竹子。这个是竹子。对，也是展览。老师，那个木头应该就是不同颜色的吧？对，不同颜色。所以等于是要拼上去。对，要拼要工反而把它更多。可是那拼上去有时候就卡到，因为一整片的它的收音和那个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好。不过是为了展览的，是为了展览。所以它旁边的那个，甚至我要做斜的，最里面那大只整只斜的，你看到没有？斜的哦。那很难做呢，故意做斜的，也是展览的。这一把之前是曼陀林，是在台南很流行。在台南，因为它好学，携带又方便。曼陀林，它是最早是在南美，再流传到意大利。亚洲是日本开始流行，再到台湾来。台湾现在在台南，台北也有1-2团曼陀林团，有1-2团在演奏。它调音跟小提琴完全一样，你会拉小提琴就会弹这个。它调琴米拉雷手跟小提琴完全一样。它是一弹就2个副弦，它会弹起来它副弦弹起来就是要弹2个。哎，对，弹起来很热闹。叮咚叮咚，好像那个珍珠掉在地上一样声音。曼陀林。对啊，就是副弦了现在副弦，它一样调2条都一样，米拉雷手调弦一样。这比较少，这个是比较少。对。而为了凸显自己的品牌特色，每一把于荣华亲手雕制的琴都会刻上象征台湾的蝴蝶。当初我乐器要交到外国人手上的时候，那个就香港的金人奖既然你又不是大厂，又手工做，你随便弄个什么英文的名字就是没有什么大牌子嘛现在很多英文大牌子很多嘛Apple 啦什么国家很大，我就想了很久什么可以代表台湾，我就想了很久。后来想到蝴蝶的原因就说刚好我看到歌名杂志，台湾有蝴蝶有迁移的过程只有墨西哥跟台湾有，所以我就想搞不好蝴蝶就可以代表台湾。要在完成的作品上镶嵌蝴蝶并不简单，因为每一只蝴蝶都要找适合的材质、颜色，一刀一刀切割出蝴蝶的样子，核对好大小形状，才能镶嵌出细致的手工质感。年轻不好，你看现在你看没打到，还不够，看这边一定放不下。只是随着年纪大了，很多细部的木雕工作，于荣华现在做起来有些吃力。有人要他要才相对。不过只要买家有需求，他还是会做，因为他期望能够让蝴蝶随着琴在世界飞舞。像刚刚镶个蝴蝶，大概镶1个多小时，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标准的棉片盒。棉片盒它有个桌上桌上也可以用，桌上放着也可以用，包包放在包包要拿谁也可以用，这样。这个是红紫檀的，是很好的材料，红紫檀的。自己拆解琴，研究怎么制琴，于荣华也曾经觉得在台湾这项产业没有发展而离开。他受邀到东南亚、香港等地方担任工厂的制琴顾问，直到2010年，他又渐渐把重心移回台湾。我那时候有个经纪人介绍的关系以经纪人方式介绍我过去出去教学这样子。那大概30年前左右吧。反正人到一种年纪不喜欢跑太远，
哦，尤其你到国外去要搭飞机啊，怎样子都是，其实搭飞机我是好辛苦，不知道反正。回乡后，他沉淀了许久。2015年，在新竹峨眉乡创办风采制琴学校，落地生根，欢迎游客来访，认识台湾独有的制琴技艺外，于荣华更期盼将自己的一技之长能够奉献，为台湾培育出更多的制琴师傅。行转爱走。一支手作琴从水沟头漂流过来，填泊台湾俩自由的码头。老师傅拿刻刀的手舞咔咔，抛出国家的未来，吹落4年的薯条，刻到世界的目光。俩时时刻刻刻做的琴声。由容易被落脚到声音嘅表嘅等，就像两地彩色也被翻上转下，夹块晚黑七彩跳舞，用一条线索铁线，老俩音乐送多生命了，向下弹向阿弥陀。大声一点。有传奇吟游诗人之称的客语创作歌手陈永桃，人称阿桃哥，移居北埔20年，过去经常在庙口大树下自弹自唱。这一次受邀在2019年浪漫台3线艺术季的峨眉漫漫生活节担任表演歌手。刚吃饭啊，那边吃饭啊，在念你呢。对，说老师有那些老朋友会唱故事，不然他一个人在这里做琴，其实会很苦的。是很孤独的。对。那艺术家。阿桃哥是于荣华的老朋友了，同样是客家音乐人，一把定制的3弦琴，让2个人从此变成好朋友。我委托他做的琴是。这个琴的设计者是徐木珍，我们传统戏曲的国宝老人家，他送过我一把，那种3个弦，可是无音阶，他是用乐琴去改的3弦琴。当我知道于老师。他有一段时间移到12寮，我就很讶异，很有天分的一个制琴师，跑到这个偏远地方。后来接触以后，发现他是一位很朴实又有真性情的人。于老师的出道很早，他国中以后就接触类似的工艺，所以他有50年50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所以任何的委托还是需求，应该都难不倒他。我觉得他也是个国宝。好友的临时到访，让原本安静的制琴厂热闹了起来。阿桃哥一边扫着落满地的橄榄，一边邀约于荣华去听2019台湾客音乐节。我11月30号在新竹演艺厅，新竹市文化局的演艺厅。两厅院售票系统啊，很多乡下老人家想去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可以跟他聊。他也算乡下老人家，他不可能会去 7 啊，按那个东西，那个 iPhone， 我们不可能会去搞 iPhone， 对不对？只有
老鼠怎么黑黑的？我那边拆下来马上放进来，哇，那丢找死人了。买不到又买不到。这零件啊，你要用啊，用做全是零件，要用，就像这个啊，做南服啦，大提琴不一样的头啊，头不一样，你听懂吗？大提头也分，小提头也不一样。这在国外买很慢啊，麻烦了。今天是学历好些。台湾脚要吃就会死了，这一个就会死了。特殊制琴工具难取得，一直是于荣华的困扰。因为台湾制琴产业不发达，许多工具需要量产，没有工厂制作，都必须从国外进口。眼前这整面墙的刀具，都是他珍藏的秘密武器。像这刨刀，有幅度的刨刀，有幅度。台湾不是台湾不会做，问题它是没办法量产。有幅度刨刀，我们刨这个。提琴里面内衬不规则内侧的板子，像有幅度了，幅度边都没办法刨，一定要有幅度的刨刀刨，这样大小都有这样子幅度了，凹进去的也是一样，都是需要这种刨刀。还有很特殊的吻香提琴边线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小工具，好像是更特殊了，是它一定是国外才有，不规则的三角的可以夹紧，它可以锁。可以说在哪个部分？夹面板，夹起来啊，它可以锁。制作提琴工序繁复，使用的工具更是多达20-30种，每一种都有它特殊的功能，缺一不可。不止制琴工具取得不易，近年来因为东南亚国家多禁止森林滥伐，进口制琴木料、枫木、冷杉也渐渐缺乏。于是于荣华开始实验用漂流木、梦中竹当替代品，制作环保提琴。用漂流木还有用梦中竹子做琴号，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以前我很多展览，我展览有不同的材料制作。不同地区的材料制作，就是一个展览的概念。实验性的漂流木提琴，因为音质不佳，梦中竹又有皲裂的缺点，特制的环保琴没有实用性，最后都只能当作展示品。于荣华的成功是靠匠人独有的耐心与用心，他忍住寂寞，在峨眉山的小屋里。一刀一锤一刨的雕琢，使自己拥有别人偷不走的专业技艺，更希望将这项工艺技术传承下去。不通了，拜托老师，看我，叫拜托老师跟小孩子，干脆书读不好的来自己跟老爸一起学。这间。这上地理这些啊，于荣华的儿子于菊仁是他的嫡传门生，年仅19岁，国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开始跟着爸爸学一技之长，磨着磨着已经磨4年多了。现在自己在峨眉12寮开一间工作室。因为稍微磨平以后，上第2次，轮到第3次就可以差不多了。因为第1次轮上很厚，你摸的地方还没看裂掉，裂掉就要3秒就要补了没有裂掉了。最一开始是先从开模型出来，然后到最后就是涂装跟成型。一开始是先从开模，就是乐器那些模型、模具那些要去做。你在这边开工作室，大部分会来的客人是什么样的客人？介绍为主吧，当然是老客户了。于菊仁的工作室里摆满了等待修理的吉他、提琴，其中最特别的就是这一把用枫木和冷杉制作大提琴，获得2019年新竹美展工艺类的入选奖。大部分还是延续传统的工艺啊，它跟一般商家是用仿古漆啊，就是不会像一般那种漆这种死死的，它是有点渐层那种感觉，就感觉它有年代的感觉，对，看起来有年代感。
对啊，这一支琴头它曾经断过一次啊，断过就是重刻一下，所以这把琴这是第二支琴头了，第一支琴头还断掉了。初试提升就获得肯定，看到儿子努力，于荣华嘴巴不说，心里却是肯定的。整体造型呢还可以的，它是旋击的高度也可以的，这旋击的高度，整把背部还好，还可以的，对，还可以的。即便得了奖，于局人的工作室一直都冷冷清清，因为在工厂规格化制霸的时代，手工提琴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之又少。手工提琴产业无法发展，看在乐琴行老板魏祥晃眼里，感到相当可惜。这一把琴是在做那个用机器设备拉小提琴、拉大提琴的时候，它的机器手被打得很严重，所以面板也破了，侧板也破了，那像这样子，这要整台都要换掉了。对啊，这几乎整个要拆下来的话，就剩下背板跟这个背板这边还可以用，这边还好。那侧板只换一边吗？两边，因为这算非常严重的损坏，当评估要不要修，这都看客户的意思了。如果觉得他要修，我们再去评估看怎么修。在我们国内是算是非常少的一些老师在做琴而已，大部分都是工厂琴，就是像大陆生产啊，或者是在欧洲生产的。欧洲生产的都是属于民琴了，像意大利很多民琴，那种的琴在我们国内反而销售的比较好。我们来台湾的那个老师做的琴，因为可能是个人心理的问题吧，认为国外的琴都会比较好，因为毕竟提琴是在欧洲发展过来的，修就没办法到国外去修了，因为成本的考量可能你送一支琴到欧洲去修，可能划不来了。所以一般都是以国内的比较精良的师傅来修理这一块。重量够，弹性不够。弹性不够，会略微稍软一点。对，太软。我实验结果是指弹比较好。指弹比较好。我刚刚讲，还是到最后还是。魏祥晃本身是钢琴调音师，因为喜欢乐器，每到周末假日，他都会特地从中立到峨眉来找于荣华学修琴、制琴。这个可以看看。这是要换弓毛了呢，换弓毛就两边把它拆卸就把它拆卸就直接可以换了。那先把这个拆掉嘛？对。这个木栓子要直接钻掉吗？对，直接钻掉，还是把翘起来的不要，那个拆起来也没用。弓跟小提都会变，这要烤回来就不是烤回来，意思说如果它偏掉了。像这个尾裤好坏有关系？有啊，像这个你看它里面角那都圆的，对不对对。它没有说再修过，应该前面是平的，你知道吗？平的，我筛觉比较标准的，连弓毛到7米，弓毛不算7米的。就是要挖7米的深度嘛。对，7米。这边有吗？我不知道，没有。如果这样的话是不太够了。那是修我们要弄时候再弄就好。这个琴枕顶到前面，顶到前面这边，前面1米半，稍微1米半高度。那如果后面就比较容易产生杂音，还有间隙。对啊，那假如说是22的话，我预留2米，那我这边要不要留2米？还不要弄，到全部弦拆好装好再切。这种产业，我们国人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国人的制作的成品，但是个人做的产品绝对有它的一个温暖性，不会像机器做的琴，它会比较冷，但是温暖的琴就是要去感觉这一把琴的那种好坏。不舍温款的手工制琴，不舍匠人技术消失。
在台湾学琴的孩子不少，但买手工琴的家长却不多，主要是因为产量少，价格又相对昂贵。而台湾的制琴产业要如何才能够继续生存呢？它传承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学校以科系的一个成立来传承最好了，就是以完全学习的状况，不要说社团的状况，以就是说一个学校的科系来传承是最好的方式。因为第一，学的学生年轻让他学习又快；第二点，他是非常乐器的修复的一个工作或是一个职业，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他对个人以后人生的道路都可以走得非常长久。只可惜推广多年，现在还没有任何正规学校有意愿和于荣华合作。他从木工学徒蜕变手工制琴职人，用巧手将废木材变身为环保琴，创世界纪录制作最大提琴，让国际看见台湾。于荣华期许未来制琴工艺能真的走进校园，培育制琴人才，将经典工艺传承，让蝴蝶继续飞向世界，让琴声继续悠扬。